Hi，大家好，我哋今日要嚟傾下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入面點樣去正確回答數據題。冇錯啊，數據題通常會要求我哋分析一啲數據並提出見解。首先，我哋要注意嘅係理解題目嘅要求。係啊，理解題目非常之重要。我哋需要確定問題嘅焦點，例如數據係表達啲乜嘢嘅意思。舉個例子啊，如果題目係根據資料 A 就香港非華語學生嘅數字描述兩個主要趨勢，我哋就要仔細啲睇下個圖表，注意非華語學生嘅數字變化啦。係啊，我哋就應該描述數據嘅變化。我哋可以從中鄉同埋橫鄉分析同埋歸納數據。例如就圖中嘅棒，我哋可以知道香港非華語學生人數呈上升嘅趨勢。另外，望返圖中綠色嘅接線，我哋可以揾到另外一個趨勢，就係為非華語學生提供教育支援措施嘅開支係呈上升嘅趨勢嘅。冇錯啊，咁樣可以展示我哋對問題嘅理解。不過仲有一點要注意，就係要結構清晰啦。係啊，結構可以幫助老師理解我哋嘅思路。我哋可以先由縱向同埋橫向分析同埋歸納數據，喺資料入面揾出論點，跟住引用數字計算或者整合數字嘅轉變程度，運用增加、上升、減少、下降等字眼用嚟論證，再根據整合嘅數據歸納數據嘅重點，最後重申論點，即係由此可見。譬如就好似頭先嘅題目咁啊，我哋就可以咁樣答啦。總結一下，回答數據題嗰陣時有4部曲。第一，要寫咗論點先；第二，要描述數據嘅變化；第三，要歸納同埋加以說明；第四，綜合內容同埋得出結論，即係由此可見。注意要保持結構嘅清晰，同埋俾出自己嘅見解。唔可以淨係抄資料，但冇分析到。非常好啊！希望呢啲嘅建議可以幫助大家喺考試中奪得好成績啦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。